114年高中教育会考会伫咧5月17、18这2天考试。根据统计，今年总报名人数偏旧年减17000人，并对少囝划这普通高中和技术高中，未来拢可能会有招无学生的情形。全高中是建议中，除了先家己调整做一班30个人左右，也爱帮助家长来了解囡仔多元的升学管道。 当年5月份对高中3年的学生来讲，拢有真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考高中会考。根据全国七委会上新的统计，114年高中会考总报名人数计共175247人，创下新低。全高中就表示，虽然人数少，可能较无遐竞争，不过要是有袂少人抢要去读都市型的学校，袂选社区高中。全高中认为，家长的观念也爱改，才会当避免各地区学校发展愈来愈无平均。当然说，如果说也可以比较让家长们更知道说，其实高中生、大学端其实有不同的升学管道的话，那他们可以选择比较适合他们的升学的管道的一个学校来就读的话，那可能就比较分散这样子一个情况。全高中也表示，目前高中一班大约35人，面对少子化情形愈来愈严重，建议调降班级人数至30到32人，来提供较好的教学品质。 另外，自108年开始，读普通高中的学生坐过读技术的高中，隶属技术高中，也就是英国讲的高职，渐渐招无学生。都有无愿意听命的技术高中校长表示，学校除了爱思考要安怎转型培育符合目前社会工作需求的人才，也建议给注心帮助学生职业探索。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到高一之后，高一进去念之后，因为呢课业上、兴趣上，他不能适应。 他跑去参加了各县市的视性转学，这些也就是说，在当初他在选择的时候，没有去评估。技术高中校长表示，学校目前虽然有辅导课程提供兴趣测验等等的资源，但伊认为迄是无够的。伊会建议职业试探未来会使变成正式课程，放入各中甚至各校外的课纲。另外，目前各中老师普遍对技术高中的课程升学发展较无了解，也建议会使加强这方面的资源甲认知，避免技术高中教育愈来愈弱势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